把你的砍刀捡起来，拿在手上，知道吧？我从来不打没有武器的人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来，开战吧！决一死战，死！一刀斩，不是。缺损，缺损！你妈！左边再来一个，飞过来，榴弹！不是，都我呢，哥们儿！被包围了怎么办？向右吧，向右一点，不打你。那就打！